有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唔免所有流逝沿路法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从头摆。默默爱，会唔会改变？唔改变，用心去知，心中的伤意，唔一定了解，会了解，唔免所有的梦都会唔惊。唔讲唔痛爱，已经经行经验。阿姨个，哦，睇下你拍到计哦，我专门做门样，唔系你嘛。其实啦，阿姨就热心啦。哦，看见你好生意哦，当好嘅事，就希望我，迄个同团队哦，攞佢介绍哦，做好事啦。真好啊！系啊。阿陈叔啊，歹势咧，本地人叫，冇上講啦，上哦應該會來啦。明天用去請的。哎呀，你今天好生意哦，我看10分鐘呢，啊，你大把的啦，4點人會啦。哎呀，來，收到藝術了，來。哎呀，好來。哎呀，哎，那說到很好，這個多便宜嘛，哎呀。面都个慢慢个贵咯，谁冇都个等你啊？行啦，上多按多做嘛。天冇問題，這樣錯啦。落嚟啦。哦，喲，你喲。一數數俾佢唔要得食啲窿，有冇作來咯？阿妹，我就講係冇上海來咩？啱咩冇上去嚟啊？很牛。啊！一人6張，不能是出事了呀！喊一數哦。哎呀，孬好啊！各位有言千里來相逢，無言對面不相識，也係天作之合，雙天注定嘅。有人猜嘛？你切乜嘢？有噶。係。請問廖經一要啲嘢嘛？哦，做都冇做咧。冇做咧。係。有冇愛呀？喺日喺生意咯，講到做就做，唔會做，百家有就一冇講生。啊，冇效啦，喺生意冇效啦。
来，哎，来，哎，上，哎，我声音啊，来，哎，上，来，上，哎。会啊，莫欠的。咱唔系欠，咱迄唔攀的。你做嘛无人爱讲？有咩无话好讲？我迄也本用诶。你也太毒死的，我唔想本找佚佗事。含唔系操心，咱迄关心。好呀，阿弟。要吗？请问以呢个来讲，赖出弟咧，你用我一万多做应的，但明明搞他伊做唔得本地啊，是咱就要做事。佢嘛爱出莫讲，出海你要照顾身体。照顾身体，那讲几前期你就可能的啦。你说是轻逢安救嘞？你弟弟啊，伊迄关心你耶。身体应该自家的，本用咩应该的，啊自家冇照顾叫就照顾迄么，小事。今日你迄讲老来去嘞？你我安尼喊你出推讲法咯？我无推佢讲法，今日伊迄关心安尼着。我要弟，你係為着我，才要去做那種工。莫爱讲，有诶，家本爱伊会某迄么，迄爱可以唔做唔上，你会从个小条讲用迄么？今日。阿媽你好，姑娘，你睇叫喏，莫叫，阿姐吧，你干嘛要欺負人啊？分友啊，家官我是當辛苦誒，你要對你還好的樣子啊？嘿呐，全世界出人对伊侵犯啦，我妈出无拍到本记，安尼讲做对吗？我目甩到已經除開天賦啦。見行見也。哎呦，哦，啊拄好哦，拄拄这个一喊吼，哎，点是咪就到诶？你忙什么东西啊？米田木，哎呦，你眼片哦，米是木刷蛋哦，最渣诶！哎，有口福哦！哎，弄来啊！開門啊！喂，開門啊！哎，見到唔開門要緊人喎，點喎？唔知啦。哎呦，米是木刷蛋哦！哇，米是木很好哦，係啊。
哦，张总啊，我讲安尼个客家嘢面试要说明吼，啊，最赞嘅。食材有样。哎呀，哎呀，点少，就属于你客家个点少。你天书是点个？系啊，我讲我今日还有生肉哦。哟，嘿哟，有风啊，有啥业务份不拿帮忙？还有本记啊？会啦会啦。哎，那不得骗人呐！哎，那个巴士大马房服装有事的嘛？那就别后上高。那，我爸讲嘅，咱本记知道。讲蓝色的啊。娘啊，哪谁啊？好啊，那哦。哪去啦？三头下了。乜噶？三啦。头三，做乜要头三？按太给你，你还得太来买目的。头下来啦。我歹势啦。那咱唔会看喎，看到我会爆红菜。好嘛？好啊。有什么事情要问你？冇乜問題啦。喊他生意都要他養啊。重點阿哥問你，你要把按他今天那個考慮。基寶，來食飯食飯。食飯。看心情暗好啊，那邊有嘛好事啊？我看啊，是怕老有風嘅藥費咗係冇啊？基寶，加油啲哦！我看你油風，有什麼嘅嗬？暗慢嚟呢？笑面咧，太放放，等一下嘅，做得啦。係啊。啊？假使唔去揾油風嘅話。哎，就你可以接受騙人啊！針裝嘅騙，冇法度交代法，咪冇辦法吧？哦，係啊，啲牙路係條件暗好，我乜個寫冇揾冇，係冇？我看嗱，阿妹，望人鋪我很偏咯。係咪？我講誒你時裝啊嗬，你用嘅爽啊你啊！是吧？
阿坤哥，我现在苗语，苗栗啦。阿兄妹，哎，你有安做呢？哎，安做。哦，做安食哦。鸟完了，飞鸟。你讲，鸟完了。你有看到金鸭冇？金鸭？无啊。佢两年冇转来咧。6年。伊都无转去啊？佢看到你送来物品，佢就看呢。应该是对你发现，你用做得对你发现哦。有想过伊可能要去猥琐无？有，亲冇。好啦，你唔是笑啦，我想伊可能有事情耽误到的。哦。不过，我用办啊。今命我想伊唔许一张不负责任给你啦。莫这种吉祥的去甲伊杀上着的事情，就本伊想想也好啦。若要让退出去是咪？好冇？好。見行見也。你身体敢有办法黑吗？我等的啦，你等很久的，幸亏伊才过来啦。对啦，安尼个送转去。请你吧，哪有事情请你？用的啦。今日暗头，袂硬要开始饭啊？我怎么该爱去娘不卡吃饭哦？我爸爸请你来啊。娘爸请我去，怎么该？我爸爸今日过生日啦。咱种今日做生日。阿咪哥，你去啦？日峰，你带佢去啊？安尼个先骗转去好无？是啊，我做得个。冰啊，现在啦。洗过以后啊，然后吹才会响，做太厉害。嘿，冇错。
我甲睇你地位，真係見，而家貪一句喎，嘅是一學術，你個鹹菜吼，你講咧客家嘢嘅貼。哎呦，阿爸，俺们讲几多摆啊？你们是做呀个呀？哎呦，那有乜個相干咯？呀个是什么人做嘅？哎呦，阿爸冇按你款啦。哎呦，好嘞啦，好嘞啦，停下來啦。好啦好啦，今日過生日呢？哦，係哦，好，冇出來細腳。好啦，叫先生，等一下我牙嘅菜差唔多就好咧，哦，係聊一下啦，哦。哎呦，哪有衝咁樣嘅細妹？好啦，哦，好，先忙。有咁冷嘅呀？哦，也好重啊哈！哦，葱啦，来切葱嘞。有过来。我等你啦，转移好冇？已經等幾年了咧，你身體看袂得下，唔好再等你啦，要等很久誒，聽講伊才過來啦，來啦，安尼個算唔轉移？你不要按不頭，對哪個拍食飯啊？你做乜該我去娘要甲吃飯哦？我爸爸請你來啊！你爸請來去，做乜該？我爸爸今日過生日啦。站长，祝你生日快樂！根本嘢就冇帶東西來，先排泄。哦，冇相干，你唔是喺呢度嘅咩？哦，來，飲酒。條人講哦，有風啊，佢從來都唔曉做事，禮拜每到愛請人，佢特別當去拜師傅，去學做菜，你知冇？哦，安尼哦，我就會托了站長嘅福啦。哦，也吼，印度愛反正嚟講人錯。啊？用嚟講呢，人講啊，助人大幫下吼，好，等下試過，你是不了解？來。冇乜嘅心機啊，是講做事情嘅時陣啊，要較粗心嚟嘅，其實唔會攞人計較乜嘅東西，所以咧，以後強下，咁係講將來哦，繼續嚟看做生意嘅緣分咯。爸爸講愛吃飯就一定愛吃飯嘅啦，那今日有準時冇啊？哦，非常嘅準時。佢話唔似喏，你去看茶餐嘅時間哦，同阿布卡嘅時鐘嘅時間同樣嘅哦。係哦。點啊？咁多？
哦，安尼我发酒，我发酒。又无人叫你。阿爸，你看啦，猪肉面线呢？安排无那个面线哦。生日快乐！好，这个我适合用的哦。吃猪肉18年，好吗？好。清明给一道菜嘞，来，太太吃看呐。好。那你吃看呐，好吃吗？哦，当我适合用的。好吃吗？迄好吃还是唔好吃的啊？你遐个人用的哈，讲话来滴滴嘟嘟啦，我就发讲听，你要紧呢？真好啊，亲友生意给出来。阿爸，你要吃看啊？来，好啊。那好。这样的你看到俺有进步吗？有进步。真给哦。哦，这个有进步。好，要吃敢没吃看啊？你那么长，你唔可以讲一声哦。照都哪去嘞？顶下亲相伊无？哎呀，没转来诶。好色咯。来经验哦，你摇到的嘛？经验啊，相同啊，按下伊没办法，啊，伊特别大片。台北用完突然啊？你有要突然？啊，当机有前是上去的，啊，今无伴阿凤抢走，古松也唔甘去。也人家就结婚的啊，还没有做阿爸的，他嘛该做某。至少等生人出世以后再去啊。我讲啊，我唔反对。生爷出世以后，把标越来越大。我想生爷出世以前，至少有一只好的开始呢。我唔会让伊分开。阿妹唔想啊，我绝对唔会分爱生爷的。迄度遐种也唔是有肾宝的地方，遐阿妹含揣妹，敢有奈着位，阿
阿妹要做顾问啊？我会听伊去。做唔得啦，台北这片，阿爷阿妈都无确定，也无办法做顾问啊。阿无的。牛个，拜托，同阿去好无？阿凤，你笑哪嘢啊？大家都笑到。我就迄老唔讲，我今天上台北。上台北。我知道，我吸到安尼洗地方，唔爽唔下，研究出没有意义啊。Nobody's gave a cup. 哎呦，你用呢？伊留到呀，人也没有盼啊。已经先做条路了啊。嘛，再给尾走呢？2020副案主模就会去台北，按用铁冒险的啦。阿凤，我又唔唱唔命安好，做乜嘅事情，还有我卡做得苦。那迄主天，我已上演出一边的命啦。你就会做阿爸给你的。天放，天放，站住！甲班哥，你站咗冇下？打吊試一下好嘛？歹势，我根本有事情。歹势。好，安尼啊，冇就人也好啦。都歹势。唔会唔会。哦，好正票咯。
嘛坏事情啊？幸好迄无啦，今日问哦，忙下班就想去看老公，哎呦，算无啊？当然唔算啊，看老公哦，本来就系天经地义嘅事情。吼，天经地义哦。错。唔错唔错，机枪忙去养老公吼。叫来叫去，像死人一样诶。要时间都会好下班的。好。记得哦，留到本人大堂哦，哈，对吗？唔知啦。张总，那有事情先就了。哦，安尼啊。好，毛医师身心一退，顺下，迄无嘛事情是做好无？好啊。娘，娘来了。哎呀，够嘞。偏豆一偏豆一偏豆。天天了。哎呦，天天了。用按摩。唔系嘅，天天了。哎呦，天天了，天天了。天天。哎呦，很头很急了。哎呀，要喊我唔时间喊我去扶啦。哎呦，真的，莫见咱搞生意飘动通的。天天嘅。哎呀，用按摩知道。在了。真的，有偏腰嘅嘛？哦，都好用。我就做呀。啊，严总啊，杀都在天数。好，什么？好，我真麻烦你啊。要不？哦，呀，关脚就推落去哦。昂你快跑。好。哎好，司机啊。哎呀，哎，阿伯哥，那叫做个头秃的个脑呀，哎呦，那么加好啊！哎呦，挨无事情啦，挨无出去倒去哦，好，所以我跌倒哦，就规礼拜满都下面坐，挨无算，哦。你是哪？你那边跟男子汉呢？还是按太长的吗？哎呀，男子汉，哎呦，两个站吼，还犀利地位啦！哪个站乱讲吧？哎呦，用几位太监都按摩跳身哦。啊？卖你摩托车。哎呦，好。那，错汉啦。哎呦，等，还偏心嘛？每次好久不让说了。我当做哪做好不好？不是，哎呦，看抢位了，你们得位啊！好了，哎呦，啊，子生，将军专要了，好结婚。没这个地方。今晚你们有事情没有？哎，阿伯，来生意。啊，子生啊，不会了。
你用，你用的喏，还好吧？阿姨哥，你也敢用呢？你顺车远呢？用每部卡地路只有你傻的，我一起迷茫。是啦，那你是你照顾啊。来，落去抽啦，落去抽。好，莫上关啦。俺老三夫梳好出来。听得来哈。如果你来当经验讲的，讲起可以特别的事，俺先做就意思了。其他让你做决定用喊的，俺用舒舒服服咯。你本来就唔系抗俺女人啊，从细就爱用。你怎么敢反对呢？反对嘛该？最少不应该去俩下。反对，俺来这做姑娘诶，我想留佢土地。你吼，从头摆就按用啦，总系按用咩啥起家？阿姨哥，俺做得，真嘅。好啦，爱弟啊，你啊，弟啊，行啦，是弟啊。俺只说。用 view 嚟演哦，唔係嘅。阿姨哥下注得啦嘅。叫我要啷講嘛喎？佢唔可以變化做唔是講。叫我啷講嘛喎？我想咩啲？其實我有去接過佢，本來想我拜託佢，我冇坐過卡一段時間，係有限，出來人照顧一下嘅。唔係啲啊，一種班男人可以講埋出來咯。咁咩研判的？那有你，老婆娘、阿妹，還有忙出些生意呢，留喺國家，去安逸的地方做事咯。對冇？那牙齒唔放心的你做。你们是讲啊，俺没地。啊？唔地哦？系啊。嘿啦，我呢度啦。莫乱讲，喊大家对人朋友好好得个点嘛。
行步。